来看台南的咸水哦，顶一届开辟风台的时，落大水后搁淹水，这届风台直接影响南部，那么连续这么人伫台南咸水的记者运用，带咱来看上新的状况。 时主播记者即马伫台南咸水区北门路附近，会使看到真侪民众即马拢来超市这边来买物件，因为进前7月底开辟风台的时阵，这搭位啊是做大水，即摆山头风台的强度愈来愈强，大家嘛惊会搁再淹水，先来准备物资。款一寡只，嘿啊。啊，伊个门敢有炸迄个门起来，有水较歹入来。无啦，迄进前迄真正袂赴啦，迄无法度啦。 拢单啊留伫厝尔吼，真正有限啦。啊，就是爱先搬一寡只去你2楼。你们家那时候有淹到？到门口，大概到我的脚踝高一点而已。对，往高楼层去跑，应该是不知道，应该也没有那么担心啦。顶摆风台这边是最大水灾情严重的所在，虽然即马看起来是无啥物风雨，啊，毋过民众嘛有心理准备，已经伫做风台准备。遐较深，我倒来吼，差到大腿。到大腿遮。啊，遐较深，伊地细啦。较重要的物件有先收起来。摊管倒，要哪做啥物货？啊嘛是要来淹就淹啊，咱人走就好啊，人较重要啊。走台湾海峡弄到中央山脉，走台湾海峡对咱下港这方面啦，台南啦、高雄啦、嘉义啦，包括云林这段距离一定足危险啦。所以这部分大家尽目睭咧注意安尼啦。风台山头强度搁伫增加，可能会伫南部登陆。估计到时阵会扇强风、落大雨，民众只会使先准备，希望莫有严重的灾情。以上是记者伫台南咸水掌握的情形，将镜头交转去主播。